这个风台的影响，台东沿海出现着5米悬的长影，讲这个大风影甲停伫咧岸边的渔船啊，拢陷海，渔民是着急赶到现场来查看。随着这个风台豆豆啊刷往北平，家人的外木山嘛慢慢感受到风台愈来愈强咯。但是在地有袂少的民众，一透早也是去迄个所在来受水，划船人员是派人到现场来警戒。 海影拍上肉粽角，马湾风台豆豆北转，家人的风影开始变强。严格一透早，也是有真侪民众到这游泳池来游泳。我们很多朋友都来，对，浪是有一点大一点，比夏天的时候大一点，对。家人把海花也未放入入海上风台警备范围，所以游泳池也是照常来开放。严格海影的关度要挖2公尺，为着民众的安全，海巡署嘛派人警戒。台东来游客注意自身安全。 民众为着家己安全，大部分都会选择伫咧较小游泳池来受水。严格海水暗流滚甲，嘛是互人看甲是心惊胆吓。 外面来看台东的成功渔港，海影拍上爆花，落伫咧红毛涂骹，力头是真惊人。渔船的船顶顶悬有一个大坑，甚至是规地落来，边仔铁架嘛推起挂伫咧半空当中，渔船嘛有骨来损害。台东常常出现5公尺以上的长影，渔港嘛互海影拍甲是烂糊糊，石底啊嘛互海影冲上海花。设伫咧港口的吊车，平常时是用来钓鱼网啊，即摆嘛已经出去。台湾东部出现着一寡灾情，目前风台豆豆往北，北台湾的民众嘛爱加注意，避免去海边啊，较袂发生危险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